好，今天老师说呢，他要买1送1，好，就是说我们除了炒这个鸡肉之外呢，因为我刚刚有问老师嘛，哎，这个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萝卜炒蛋？老师说萝卜炒蛋当然可以啊，但是呢，哎呀，小朋友最喜欢吃的对 omelette， 我们把它变 omelette。OK， 好，要怎么变呢？好，我们现在先因为 omelette 不要只 omelette 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刚刚的一个腌萝卜，然后我们还选了一个节瓜，好，因为有口感，我们现在都把它有口感，因为蛋基本上没什么口感，它是软，所以我们就增加一个脆度，所以我们把这个节瓜的部分呢，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先切片，好，大片一点点都可以，然后呢，可以就因为小朋友嘛。因为它这边有点大块，对不对？所以我都会习惯性就在把它们对切，哈，把它切丝。就家庭主妇做菜就是要快，我真的是老师的丝也特别大块。对，然后而且我会尽量，我不会把东西切太细耶，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要咀嚼，他要练习他嘴巴的肌肉，然后所以我都会让他们比较大块去练习。好。所以这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节瓜可以这样做，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刚刚的那个萝卜，对不对？我们前天腌好的萝卜一样，把它都切丝。食物基本上来讲就是如果你全部都是片，就是片状；然后如果你全部要丝，就是丝状。这是因为这是一个它的熟成会比较平均哦。对，熟成的时间会比较平均，然后你也比较好掌握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做 omelette。那 omelette 基本上我们等下就可以有一个标准的比例。那因为之前是跟我的主厨朋友学的，我才知道说啊，原来 omelette 有这个比例在。好，原来他说这样才会好吃，才会嫩呐。对，它有一个标准比例。最怕那个 omelette 外面那个蛋皮呢，就是比较硬啦。那甚至网络上你会去看，哇，那个像熔岩一样、爆浆一样的那个 omelette 也有。那我们今天就是做比较家常型的哈。好，我们先跟大家讲 omelette 基本上一般来讲要做 omelette 一定要3颗蛋。好，一定要3颗蛋，2颗不行，1颗也不行。然后3颗蛋完之后，你们那个蛋完之后是不是都会蛋壳会有剩下蛋壳，对不对？把蛋壳里面那边就要兑一半的水，然后再加上1半的鲜奶油。所以如果你家里没有容器，所以就立刻用蛋壳的1半变成容器，放水。然后我们刚刚的水已经加进去了，然后再加1半的蛋壳的鲜奶油或者是牛奶都可。好，然后呢 ，omelette 要好吃，一定要加盐巴。好，所以盐巴不能够太少哦，就是一定的比例。哦，是哦。对，如果 omelette 没有盐巴，没有刚刚的水跟鲜奶油，就不叫 omelette。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说，我觉得我家做的 omelette 没有外面餐厅或者是饭店来的好吃，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标准比例。好，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的做法我比较会习惯先把节瓜先下去炒，因为它要带一点焦香，所以我不会是蛋下去再放它。好，那 omelette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下 omelette 啊的油会加很多，所以我现在先没有加太多，因为等下油会下非常的多。炒任何东西锅一定要够热，所以手可以这样子去感受它。你觉得它够热，它应该就可以做。所以我们就先把节瓜下去，很简单。好，老师一直强调说，我们做 omelette 的油一定要多。就是你会注意到，我们家自己煎的荷包蛋跟外面那个自助餐一定都会有一盘那个荷包蛋嘛。对，你知道吗？他们的荷包蛋特别好吃哎。我们用了1颗蛋30块，它外面这个可能1颗蛋的本钱大概只有5块吧。对，好，我们都是用有机蛋啦，还有什么出生蛋啦，还有什么吃那个牧草长大，甚至还吃什么。一些曲呀，对的那个鸡啊下来的蛋啊，哇，都没有他们的荷包蛋好吃。为什么？油，关键点是油。对，我虽然自己创业，可是我1个礼拜1到5会煮4天到5天。对，哇，对。死国瘾啊！对，这是一定要做的，因为我觉得是啊，1年365天，几乎天天都煮。因为你不觉得小孩子吃你做完的东西，我觉得他的味蕾会比较敏锐，他会对于外面的合成食物，他会比较敏感，他也比较不会吃太多。那我刚刚只有加一点点盐膏，因为我们本身的萝卜已经有用味噌下去治它，所以你不太需要太咸。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啦，因为我们现在 omelette 要下去了，好，所以我的油会更多，所以我就刚刚不想要太多，这是第2道。
对，尤其我们刚刚这2个食材啊，不管是这个白萝卜跟这个节瓜，其实基本上它都比较不会吸油，对不对？对，对，它本身就比较不会吸油，所以我现在可能要很多的油下去。好，那我的 omelette 就我没有想要把它煎太美哈，所以因为我觉得食物，所以我就是直接下去。好，这是我的主厨朋友教我的。然后 omelette 其实它就是，因为它把油一定要够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放着它，然后火要中小火。当你今天在温热它的时候，就是中小火，其实差不多现在差不多状态。然后可以慢慢去转它，慢慢去转它。所以我没有要把它变得是那种什么很漂亮的omelette哦，因为我觉得就慢慢去转它。好，那我们现在你慢慢放着，不要去动它。你等下翻起来，它其实已经有点焦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把它翻过来就可以了。就我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哇，真的，就是要下面有点焦香。对，其实我最喜欢吃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不太多的调味料，就是很单纯的味道，然后你慢慢去感受哦，天地之间哦给我们的一些礼物食材，从产地到餐桌，这一路走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旅行一样。